片。每一條片我都會讀一篇文章，將我嘅一啲諗法同大家分享，然之後最後做一個 meditation 去完結。先嚟今日嘅主菜，先將今日嘅文章送俾大家。我相信生命總想把最好的給我。在我無限生命的這一世中，一切都完美、圓滿且完整。我總是受到神的護佑與引導，我可以安全地直探自己內心，可以安全地審視前塵往事，可以安全地擴大自己的人生觀。不管過去、現在或未來，我的人格都無法代表我。我現在選擇超越自己的人格問題，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精彩的、偉大的。我完全願意學着愛着自己，在我的世界裏一切安好。每一次我都會係 random 啦，咁樣去抽一篇文章啦。有趣嘅，用呢一篇文章嚟做呢個 channel 嘅第一個分享，因為第一段入邊所講嘅呢，其實好係我嘅價值觀、我嘅世界觀。第一句已經係在我無限生命的這一世中。首先我都相信有前世今生啦。喺我個靈魂藍圖嘅學習入邊，其實都係有住前世今生嘅一個提示啦。不過靈魂藍圖嘅學習就係提醒我哋，淨係 focus 喺呢一世喺地球度。無論你嘅生命幾長幾短都好，我哋呢一世喺地球就會有我哋嘅使命，有我哋要面對嘅挑戰，同時亦都有我哋嘅潛能去等待我哋去發掘。其實咁所以如果拉闊去睇好多世嘅時候，第二句就係一切都是完美、圓滿且完整。我哋依家喺地球度生活緊，呢一世生活緊嘅時候，一定有我哋嘅不完美、不完整，有我哋嘅挑戰，有我哋嘅限制。但係我都相信啦，有成個宇宙或者有好多嘅神啦、天使啦，係去護佑住我哋，去俾我哋去會有安心嘅感覺，去俾我哋會有面對一啲挑戰。同時亦都相信我所會遇到嘅挑戰都係我所能夠去應付得到。宇宙唔會俾我去面對到一啲我搞唔掂嘅事，即係話我面對得嘅困難都一定係我搞得掂，我有能力去搞得掂，我有潛能去搞得掂。首先第一就係相信自己有呢個潛能啦，第二就係揾下自己其實嗰個係乜嘢潛能啦。不如即係我成日都好鍾意分享，就係我係一個社工，我嘅身邊嘅同學其實佢哋可能喺同一間中心、同一個崗位或者扶搖直上啦，喺同一個地方工作咗10幾年。我就好似一個職場狼人咁樣喺唔同地方啦。如果從一個老一輩啦，或者即係舊有嘅觀念去睇，就係度度都做唔長，唔頂唔掉，高不成低不就，係啦。如果呢啲形容緊我身上呢，某程度上一定準確嘅。但係同一時間就係我有一個闊度，我擁有其他人冇嘅經驗，我試過創業，我試過喺唔同嘅崗位係去做助人嘅工作，我由體制內、體制外亦都試過。我試過 freelance， 我試過入大專院校去做。我面對雖然我對嘅群體都係青少年，都係一啲有情緒困擾嘅朋友，但係我比其他人睇得更加闊。每一次嘅需要離職啦，或者離開，一定係一啲困難啦，轉變環境啦，
去重新適應啦，甚至係另一個嘅生活模式啦，其實一定好多嘅挑戰。去回應翻頭先開始講嘅就係，其實我總相信我係有能力去面對宇宙俾我嘅任何嘅挑戰，因為佢俾嘅挑戰一定係我搞得掂㗎啦。咁所以既然我有呢啲挑戰係我選擇去面對嘅時候，我選擇不安於現狀，我選擇去唔同嘅地方接受挑戰嘅時候，其實我就係相信自己有呢啲能力咯。咁個潛能係乜嘢啊？當然一開始唔會知啦，即係講緊2017年離開 NGO 去做 freelance 最大嘅一個轉折位啦，嗰度會係我唔會知其實我即將會面對咩挑戰，但係一路面對嘅時候，只要唔係選擇放棄，只要選擇嚟啦，我會搞得掂嘅一個心態的話，當中我揾到我自己好多嘅潛能。原來我有好多嘅網絡啦，原來我有好多建立咗嘅好好嘅一啲嘅夥伴啦。有好多網絡，透過啲網絡有好多口碑，去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我。原來我有一個勇往直前嘅心啦。原來我好願意去嘗試唔同嘅嘢啦，等等等等嘅呢啲潛能，令到我明白到其實就好似呢個文章咁，一直直探自己的內心，審視前塵往事，安全擴大自己嘅人生觀，相信自己係安全嘅，相信自己係一路可以更加深入咁去了解你自己，更加將呢個嘅世界觀、人生觀、視野或者係我哋嘅經驗橫向、縱向咁樣去擴展。所以喺我嘅一路以嚟啦，我好強調轉化啦。我好強調要相信自己啦，我好強調要去要改變，要有勇氣啦。呢啲都係我一路以嚟好依靠住嘅一啲信念。所以當我要去做 YouTube、做 channel 嘅時候，呢一篇文章係第一篇。我望到我細閱嘅時候，我會覺得哇！宇宙你幫我開咗個咁靚嘅頭，好似幫我將我嘅價值觀、我嘅人生觀可以劈頭就同大家分享。我覺得呢個嘅我好感恩呢一個嘅安排，好感恩呢個嘅福氣。當然我都要感謝我自己，相信我自己嘅直覺去打開本書，揭開呢一版。因為2025年，我相信係好多行動啦嘅一年啦。短短個零2個月，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嘅事情發生咗，好多嘅 action 啊。我同過唔止一位朋友講 ，It's all about action。好多行動要去做，好多嗰啲行動可能係為我哋帶來改變，帶來一啲網絡，帶嚟一啲衝擊，但係都會係美好嘅一件事咯。就好似個題目咁，我總相信生命總想把最好的給我，攤開手去迎接，嘗試攤開手去迎接，而唔係抗拒。無論呢一刻你 suffer 緊啲乜嘢都好，嘗試攤開手去迎接、擁抱啊！如果一路推開嘅時候，其實就係都係靈魂藍圖一路嘅教我嘅方針課題一路存在。我哋躺平得唔得啊？我哋唔想面對得唔得？我哋抗拒得唔得啊？可以，
但係課題會重複又重複咁樣來。呢一世未處理完，可能甚至去到下一世累積落去。當然呢個都會係個人嘅選擇，但係如果既然呢一世有幸喺地球度，你聽到呢一個嘅聽到呢一段YouTube 啦，聽到呢一個分享嘅話，其實相信自己啦，勇敢咁樣去擁抱宇宙俾你嘅一切一切，嗰個無論叫 suffer 又好，gift 都好，其實喺我眼中，最後都一定會成為一份 gift 咯。另外呢個文章都有話我嘅人格無法代表我，好似好抽象咁樣，咩意思呢？我嘅人格冇辦法代表我，其實我嘅人格，如果從我過去去學唔同嘅信仰啦、宗教啦，我係一個意識啦，我其實我嘅身體唔代表我嘅性格唔代表我嘅工作都唔代表我係一個意識，我就係我咯。我亦都已經唔係3分鐘前嘅自己，我就係呢刻嘅自己。所以如果當我哋能夠意識到呢個我只係一個意識嘅時候咧，其實我就超越咗我哋人格嘅問題。我都有好多人格上面嘅問題，我心急啦，我好大頭蝦啦，我睇嘢睇一半啦，我唔中意睇 instruction 啦，我係成日都會因為咁樣而搞亂檔，所以總會有好多撞板嘅時候。但係如果我意識到我只係一個意識嘅時候，我嘅人格嘅問題其實真係不代表我可以超越佢。如果能夠做到咁咧，其實咧就會係意識到自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偉大嘅，都係精彩嘅，都係美麗嘅，都係咁值得感恩，咁值得擁有愛，值得擁有快樂。亦都所以就係最後一句就係，在我的世界裏一切安好。當我哋意識到或者係能夠轉念明白到我哋係一個意識，所有問題我哋都可以超越得到啦。咁呢個會係呢個 YouTube 嘅第一個分享啦。跟住落嚟咧，會想帶大家做一個 meditation。邀請大家去先準備好嘅。準備好啲咩咧？你可以準備一個舒服嘅坐姿啦，坐喺床又得，坐喺凳度又得。如果你係坐喺床嘅話咧，邀請你盤膝坐啦。背脊可以挨住枕頭或者挨住牆壁啦。如果你係坐喺凳嘅話咧，都邀請你揾一張有挨平嘅凳，可以有依靠嘅，雙腳可以平放喺地下啦。戴眼鏡嘅可以除咗眼鏡佢。同埋咧，準備定一杯水，因為咧我哋都鼓勵我哋吸收多啲好嘅水啦。講水呢個都可以講一集遲啲。預備一杯水喺你身邊，咁陣間我哋嘅即係完咗 meditation 之後咧，記得飲多啲水。你可以先預備好呢一切啊！呢個係一個帶領大家返去你內心嘅一個 meditation。邀請每一位合上你嘅雙眼，挨住牆壁，挨住凳平，專注喺你嘅呼吸，專注喺每一個嘅一吸一呼。留意到我哋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會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降。
次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降。將個注意力放喺我哋嘅背脊。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依靠嘅，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被承托住嘅，俾牆壁、俾凳拼係承托住嘅，係安穩有依靠嘅。想像我哋嘅意識喺我哋個大腦嗰度，我哋嘅意識存在喺我哋嘅大腦。你可以好似開眼燈咁樣，令到你個腦睇得見、睇得清楚。你可以望到你個腦入邊嘅環境。想像我哋嘅意識由我哋大腦往下望，望到我哋嘅內心。你可以按住你所想像嘅方法，由你嘅大腦慢慢去到你嘅內心嗰度。可以係行樓梯咁樣落去，可以係搭 lift 咁樣落去，可以係爬住條繩咁樣落去，可以係唰一聲咁樣飛落去，去到你嘅內心嗰度。去到你嘅內心嗰度，圍繞住你嘅內心同一個圈，好好地望下你嘅內心。望下你內心有冇啲地方係有傷痕嘅？有冇啲地方係好有活力嘅？有冇啲地方係你好想擁抱落去嘅？圍繞住你嘅內心走一個圈，可能係安撫，可能係支持，可以係擁抱。擁抱一下你內心，支持一下佢，安撫佢。然之後喺你嘅內心旁邊嗰度，你會見到有一道門，你可以打開門走入你內心入邊。你會見到整個好空曠，好似去咗另一個空間、另一個維度咁樣，一個你內心嘅世界，一個粉紅色嘅世界。你可以喺嗰度好安靜、好寧靜嘅，可以瞓喺度、坐喺度。你可以喺嗰度傾聽你內心嘅聲音，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內心嘅感受。呢一刻，佢有啲咩想話畀你聽？將隻耳擺喺你內心嗰度，聽下佢有咩想話畀你聽。係一啲感受，係一啲感謝，係一啲說話，定係一個問題啊？你亦都可以話畀你內心聽一啲說話，一啲感謝，甚至問佢一啲問題，同佢傾下偈，傾聽下佢嘅聲音，又或者單純感受一下佢嘅跳動。然之後好好感謝你內心，佢每一刻都喺度跳動，喺度維持我哋嘅生命。感謝你內心每一刻
嘅辛勞，感謝你內心為你作出支持，感謝你內心令你可以感受，將你嘅愛傳送畀佢啊！畀佢一個擁抱，將愛送畀佢，然之後慢慢從嗰扇門離開你嘅內心，閂返好道門，再一次感謝你內心，再一次向佢道謝，然之後你可以用返你嘅方法，由你內心返返去你嘅腦嗰度，可以係行樓梯上去，可以係搭 lift，可以係唰一聲飛上去，返返去你嘅腦嗰度。你嘅意識去返你嘅腦嗰度，開着嘅眼燈，你可以閂返佢。然之後邀請你再一次留意住你挨到嘅凳拼，你挨住嘅牆壁或者枕頭，留意住我哋係有依靠有承托嘅。再一次留意住你嘅呼吸，每一個嘅一吸一呼，留意到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降。嚟多一次，吸氣嘅時候，胸口同肚皮向上升；呼氣嘅時候，膊頭向下降。邀請你喺兩個嘅深呼吸之後，慢慢返返嚟呢個空間。OK，感謝大家去聆聽呢個 podcast 啦，係即係第一次有呢個嘅用 YouTube 去同大家接觸。頭先一開始咧都係諗住係第二個款 meditation 嚟嘅，但係我一開口就變咗係今日同大家做一個內心嘅 meditation。我自己都係 follow the flow 去做啦，去跟隨自己嘅直覺啦，去將要講嘅説話講出嚟，將頭先嘅時間全然交俾宇宙去安排。所以大家，我諗呢個係一個好漫長嘅學習啦，大家都可以嘗試。即係好老實，我都用咗2018年開始7年幾嘅時間。去慢慢學習啦。如果有留意開我嘅朋友咧，都知道之前咧曾經何時都同一班會員啦，有做過類似嘅一個模式啦。都係讀一篇文章分享，同埋有 meditation。嗰陣時咧就會用即係 Zoom 去做多啲啦，連續每一個禮拜都做，好似冇記錯，好似都做咗10幾次，唔記得啦。但係即係我諗住用翻相類似嘅方法，記得都即係有唔少會員都話都 feedback 好好，但係有時就錯過咗個 live 就即係錯過咗啦，咁或者真係較唔啱時間咁樣。咁但係如果擺喺 YouTube 嚟緊，大家想幾時重溫都可以。咁所以都嘗試下啦。都係我覺得直覺覺得需要做嘅一件事，咁就去做啦。希望都將呢份勇氣啦，同埋呢一個嘅行動力啦，去同大家分享得到啦。祝福每一位聽到呢一個channel， 聽到呢一個分享嘅朋友。好，遲啲再見。我係 Nicholas， 教你轉化情緒嘅治療師。有需要嘅話，立即 DM 我。你嘅轉化由今日開始，遲啲見。